们每一周可以来线上主日学的时候了。那在今天的一开始，我们一样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德君、德许，还有怀英老师一起来敬拜。谢谢德君、德许那么认真的带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那又到了我们可以一起说故事的时间喽。今天雅茹传道呢，要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看大家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有的同学可能猜得出来，这里就是东海大学里面的一个景色。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东海大学走走呢？大家知道东海大学是以基督教精神来设立的学校吗？那雅茹传道今天要来分享的一个信仰人物，就跟东海大学的草创，还有一开始的各种教育的推行很有关系哦。这位非常重要的人士就叫做欧保罗，他是一个美国人哦。但是他因为有着想要宣教的精神，所以以生物学老师的身份来到了东海大学，开创了许多台湾的各方面生物的研究。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很快的来认识欧保罗的故事。带着学生做青蛙解剖实验的欧保罗，接到太太露西打来的电话：“我应该是要生了。”欧保罗在5分钟内赶回宿舍，送太太到医院，生下他们第4个，也是第1个在台湾出生的孩子。从小想当海外宣教师的欧保罗，1958年完成生物学博士学位，接受差派，和太太露西带着大女儿和2个儿子，从美国来到台中大肚山上的东海大学，做宣教的工作和教授生物学。从研究室到住家，
走路只要5分钟。但是每次欧保罗打电话回家，说他工作结束了，要回去吃晚餐，露西总是不慌不忙，慢慢准备。大概还要1个小时吧，爸爸才会到家。露西跟孩子们说，因为欧保罗会在路上遇到他的学生、某个职员、某位宣教师，他们跟欧保罗说一些事情。安静、话很少的欧保罗用聆听来陪伴这些有需要的人。算算时间，欧保罗差不多要到家了。露西请孩子们帮忙摆餐具，小孩都知道要多准备1份刀叉，因为爸爸常常会把人带回家一起用餐。露西和欧保罗总是把家里开放给有需要的人，比如有些宣教师的孩子临时需要人照顾，就到露西阿姨家住几天。宣教师们的聚会、学生们的查经班、宿舍区的家事管理员成立的团契，都喜欢在欧保罗家的餐厅聚会。所以当欧保罗和露西住的宿舍要扩建时，露西跟设计师要求家里餐厅的空间要最大、最舒服。虽然欧保罗已经很努力在学华语，上课还是得用英文。学生们听英文是有点吃力，但也接收到第一手的生物知识。欧保罗怕学生听不懂，会在下课后陪伴学生复习上课的内容。欧保罗为了记住每一个学生，用录音机录下他们名字的华语发音，重复的放，一遍又一遍的念，牢牢的记在脑中。他教过的学生毕业几10年后，欧保罗再次遇到，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这天，学生们来到他家里讨论功课。他们吃完晚餐后，听到外面蛙鸣不断。欧保罗招呼学生们说：“我们一起去抓实验要用的青蛙吧。”欧保罗家的孩子们也穿上雨鞋，提着桶子，跟着一起去抓青蛙。第2天，孩子们放学回家，忘记昨天晚上抓回来的青蛙还关在浴室里。他们一打开门，一只一只的青蛙跳出来，露西吓得尖叫，孩子们兴奋地大叫，追青蛙。欧保罗家的孩子们不只习惯家里总是有不同的人来聚会，也习惯整个家里是青蛙的世界。最温暖角落放着刚下的青蛙蛋，茶几上的小水缸里有小蝌蚪在游泳，书架上有盖子的塑胶盒，住的是才长出4只的小青蛙。爸爸研究的动物是孩子们注意焦点。有一次，欧保罗提个绑得很紧的袋子回家暂放，袋子里有条状的东西在蠕动。是什么？孩子们猜。过了一会儿，欧保罗把袋子提到研究室去，随手一摆，他的秘书小心注意那个会扭动的袋子。不知道欧保罗教授今天又带了什么会让他害怕的生物。蛇，欧保罗说。秘书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往后退。还有一次，欧保罗让学生从阿里山带回来的老鼠差点跑出笼子，也把秘书给吓坏了。他们屋子的前庭、后院也是小小动物园，鸡、鸭、鹅、狗和山羊通通有，
有时附近农夫放牧的牛也会探头进来。亲切的欧保罗和露西总是说：“欢迎欢迎，吃点草再走吧。”那时孩子们提议想养一匹马，露西和欧保罗同意了，但条件是要拿自己的零用钱来买马，还要负起每天照顾马、遛马的责任。孩子们都做到了。他们每天早起，利用上学前的时间，在东海大学校园里骑马或是遛马。欧保罗主要做青蛙研究，但他也注意到台湾鸟种很多，是候鸟过境的重要栖息地。台湾的鸟类成了他研究关心的另一个主题。当他知道苗栗山上有一大片树林被砍掉，许多刚出生的小鹭鸶没有巢可以住，欧保罗开着吉普车，带着毯子，来来回回几次，救回30只小鹭鸶，把它们养在家里的后院。欧家的孩子们就是尽责的小鹭鸶保育员，喂食照料，注意保温，直到小鹭鸶可以独立放飞。不过，这是全家人一起做的最后一件事。小鹭鸶们离巢，飞走1个月后，1965年8月，欧保罗和露西家的10岁大儿子斯提生病，到天堂当小天使去了。在1个月后，8岁的小儿子腓力发生意外，也到天堂和哥哥在一起。有人问，要不要离开台湾这个伤心地，回去美国？他说：“我们不会离开，因为台湾的山和树，这里的学生，还有上帝在这里要我做的事。” 1年多以后，他们第3个女儿出生。5年后，宣教师艾伟德去世了。他领养的台湾孤儿启光，暂时寄养在欧保罗家。最后，欧保罗夫妇领养了启光，启光成了他们家第6个孩子。依旧忙碌的露西，有时带着孩子们穿梭于校园，他们会停下来，目光追寻着相思树干上的台湾赤腹松鼠。那是欧保罗和学生们因为研究需要而放养的。一开始的24只，已经繁衍成校园的居民群了。孩子们会在树林中追逐松鼠，也把林中的雀鸟吓飞了。孩子们一路跑到欧保罗的研究室，张望着说：“爸爸呢？爸爸不在研究室，他在哪里？”这时的欧保罗正带着学生外出观察过境的候鸟，追踪它们放飞，腿上绑有记号的细鸟。这天一整天没有看到鸟，有耐心的欧保罗对学生们说：“没关系，没看到鸟也是个好题目。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今天都没有看到鸟？”这就是欧保罗一家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状况，他们总是以坚定的心，安安稳稳地前进。听完欧保罗还有露西2位宣教师夫妇的故事，有没有觉得他们这一家人愿意一辈子在台湾，陪伴这里的学生，认识这里的土地，真的是很感人呢？跟大家分享书里面提到的欧保罗老师和他的学生和他的家庭一起在抓青蛙，一起在照顾候鸟，
不是听着好玩而已哦。欧保罗老师他其实是台湾青蛙研究的先驱，所以真的是帮助我们这块土地有更多的物种是被认识的。那甚至呢，台湾的野鸟协会的成立也跟欧保罗老师对候鸟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哦。你们知道吗？台湾第一本鸟类图鉴，其实就是欧保罗老师还有他的学生同事一起写出来的。哇，我们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工程啊！你要从台湾的南部到北部，这样子的去研究每一种不同的鸟类，然后编写出来，这绝对不是一般人的心思能够做到的。而做到这件事的是一个美国人，他有着耶稣基督的心，要来认识台湾的人还有土地，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当鸟如传道在预备今天的故事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很多小小的分享，包含说欧保罗老师他在学校的时候，曾经有跟他共事过的同事回忆与他相处的细节，他们都说哇，欧保罗老师他其实是个生命非常温和而且善于倾听的人，所以就算我们知道在学校大学里面哇那么多事情，然后又是一个刚开始草创的学校，可能有很多的教学工作，或是校务行政，或是跟同事跟同学的相处，很多都是在刚开始的实习。但即使在这么多压力的状态下，欧保罗老师他还是总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善于倾听。所以在学校呢，有很多学生不只是把欧保罗老师看成一个生物学的教授，还把他当做一个心灵的老师，跟他相处，内心就好像会被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虽然欧保罗老师他有这么温暖的力量，让人感受到怜悯或是感到疗愈，但我们也知道他和露西师母的生命中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挫折。除了从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他们曾经在同一年失去了2个儿子这样的事情，那么伤痛的事情之外，其实他们的生命中还出现另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欧保罗老师他因为要处理一些领养孩子的手续，所以留在台湾。那露西师母就先回到美国。那在这一段2个人，一个在美国，一个人在台湾的过程中，其实他们的婚姻曾经渐渐就出现裂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与美国的跨国通讯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么的容易，那通常要联络就要写一封信，或是打越洋电话，非常的不方便。久了下来之后，欧保罗老师哇，终于可以处理完，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太太露西早就对2人的关系非常受不了了，差一点就要离婚。欧保罗老师和露西他们2个人就决定要去参加他们在美国一个天主教举办的一个婚姻辅导的一个帮助。那他们2个人也就是在接受婚姻辅导的帮助之后，才慢慢有能力继续走未来的路。感情修复之后，他们又回到台湾。他们回到台湾之后，不只是做以前的工作，他们还把他们这种接受婚姻感情辅导的经验也带来台湾，希望让更多关系里面有吵架有张力的家庭能够重新回到彼此相亲相爱的状况。那最后雅茹传道要来跟大家分享几句诗篇。在诗篇19篇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就像诗篇所说的，善于聆听的欧保罗老师，或许在他的学生或同事的眼中并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但是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还有研究，以及他对学生们全力的支持以及陪伴，就好像这首诗所说的，没有太多的言语，但是从他对大自然的研究，从他的身体力行当中，
我们都看到这是在诉说上帝的荣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两个传道一样，非常受欧保罗老师还有他的师母这样子的生命来感动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差遣欧保罗宣教师夫妇来到台湾。主耶稣，看到他们生命中虽然有很多的辛苦，但是却依靠着你，愿意继续热心的在台湾陪伴学生，而且教学，这样子的力量实在是非常的感人。亲爱的主，我们也恳求你把这样子美好的力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叫我们不论是遇到高山或低谷，都不害怕困难。主耶稣，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祝福能够帮助我们把眼泪化成力量，成为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够来爱别人的一个最好的见证。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上帝借着他顺服的仆人欧保罗教授，带给台湾这么多的美好。这个时候也邀请我们大家在耶稣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一起来奉献。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等，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亲爱的天父，恳求你使富强教会的每一个孩子有知足的灵，为着他们所拥有的玩具、书籍、衣服等而知足，保守他们的眼目，不看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而心生羡慕嫉妒。主啊，求你使每一个孩子为已有的心存感恩，有知足常乐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奉金句，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篇22篇10节。节奏金句，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